这是咱准备做礼拜，请大家先拿手机啊开起来，也是讲静音，咱安静心，一分钟。
这是咱来听候上帝话，走甲。我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至大应该受大的恶恼，伊的大到袂入七度。即代要对迄代恶恼你的所行，会要保佑你所大关键的事。是毋是？这是咱来恶恼上帝，毋是到遥远各所在，请大家起立，来举转手。
道圣经，咱犹原听你用使徒圣经来宣信仰。创造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子命，咱的主，伊对圣经发来，对在主玛利亚出世，伊温柔的道路来祝福，就是是爱从的因母，第三的国外，就是你，大家的教会的上帝大名，伊的最大的心话话，加起来，我是信心，是我讲的教会，是我相望，最下面用的国外，用画面，呢，会场请坐。这是咱来领受上帝的话，启应文，咱做伙来启应。先开圣诗后壁面第5篇，也是诗篇的19章19篇。这篇讲起上帝的荣光。这里对起里发出言语。无言无语，伊的准钱跌入天下。上帝伫因中间为着日头安置救拔，也亲像必应的人欢喜行伊的路，坐到天的迄边。耶和华的律法交正，耶和华的干确实，耶和华的教示正直，耶和华的能力清洁，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永远存在。比金比济济好金较通幸福。故你的奴仆对遮个受警戒，是随会知伊的失错啊。求你阻止你的奴仆无故意犯罪，我就完全。耶和华我的救援，救赎我的主啊！祈祷，咱来做伙按头来祈祷。最后，感谢主阮同齐敬拜，同齐领受你的旨意。你爱阮去招万百姓，将你的力量教示予人。你爱阮去阮所明白，也是无明白，拢甲因讲，阮所经历着你的故事，去为你做见证。耶稣，阮实在是真愿意去甲身躯边的人来传福音，但是阮有当时啊会毋敢。有当时啊会有顾虑，有当时啊阮信心无足。主耶稣啊，求你圣神就来帮助阮，圣神就来温平，互阮会当讲出阮家己的见证，互阮会当讲出阮家己的故事。主耶稣，阮知影伫个即时，你的福音的大能就要来发出。这2个月。教会开设4个协福小组，阮嘛有份会当见证你福音的大能力。你新的朋友来到阮的当中，阮也感受到新朋友连生命真正需要你，因真正伫找你，因为只有真神，你会当帮助因。只有你会当因，搁伫个母胎的时阵，你都明白因。阮献上感恩，因为阮有
阮有份会当诚做你的器皿，诚做见证你的名的同工，诚做传福的。主啊，阮知影阮阁真济无足，阮祈求你继续带领阮，日日甲阮伫地，阮也愿意继续受提醒，继续受呼召，继续跟对你。阮的祈祷若有无足的，阮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阮入去你的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一下对地的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平安的互阮，下列阮的辜负，亲像阮下列辜负阮人。若你是阮的日子，就叫阮发入去个海，因为国、权力、跟公义都代代无尽。阿门。圣经，咱来看圣经。伫马太福音28章16跟20节，我来读，继续来看。若是11个学生去加利利，到耶稣所捌甲因行的山，看见伊就拜伊，总是有诶邀伊。耶稣叫我来对伊讲话，讲。天顶地下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示、因守，故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路尾。咱搁来看《使徒行传》第1章3到8节。伊受害了后，捌用济编句，伫40日的中间出现互使徒看见，来显明伊家己是我，煞讲国的事，伊甲因自一个事。伊甲因做一个事，命令因讲，毋通离开耶路撒冷，着听候爸所应允的，就是恁捌对我听的。因为约翰用水行洗礼，独恁阁无归入，要伫圣神受洗。安尼因做一个事，问伊讲：主啊！你伫即时要将国互以色列吗？伊就家己讲，爸所下伫伊家己原来的事甲义，毋是恁所通知。进行定到恁的事，恁要得到灾难，搁伫耶路撒冷、隔犹大、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干姐。赞美，我真爱讲这故事，请圣歌队来带咱学老上帝。
讲道见证耶稣，听上。各位大家，今日在老师伫甲载的时，就甲讲，我老师我昨昏到3点落去，哇，你甲你看看，应该到了昨昏落去过时，日子从接受好好啦，好来过去。我强者，因为昨日在我甲请一个台大电工所的教授讲是，伊是。差不多20几年前的时候，高考生年开刀就啦，这20几年伊拢无死，总是伊拢开30几间刀店哦。所以，我想到底咱是要安尼较好，还是无甲顾去一下就更较好？我甲你讲，点点等于较好，对无？总是比个靠来做清楚，你知我意思？所以咱真歹讲主啊，你互我安那来离开这个世界，咱一定爱离开。总是在你圣经人讲，主搁活了后40天，为下天堂。所以无管咱是向向，还是拖足久才离开，咱一定会离开。咱生命所咱有一个嘛，主搁活，咱嘛搁活。离开咱的艰苦，总是毋是无嘛。咱摕即个资料祈祷互，我相信即嘛足艰苦，一分钟，咱摕祈祷，求上帝安慰咱啊。即个说，阮前两天，阮所听的资料，伊安尼把伊个先生带离开，讲出去。我无法度做啥物，嘛毋知咧讲啥物。尤其是阮所听的资料，阮摕祈祷，求你请群伊安慰伊，因为无偌艰苦，阮有即个国外希望来陪伴阮经过即个苦难，祈祷好耶稣基督的名。主国外40天，请问为学生看几摆？死了咱毋捌就迄个用前40天，为学生看几摆？几摆？11摆，毋若11摆，记载11摆，你知我意思？圣经你找下11摆，我相信毋若11摆，上济一摆几个人看？500，是安那？因为要叫人相信国外真无简单，包括耶稣迄10个学生，伊国外。要甲伊讲引起普天下因，其中也有人毋信，所以毋是讲咱即摆毋信啊。耶稣个时代，死人就死人，哪有国外？所以你相信死国外真无简单。啊是安尼，伊要安尼，因为若耶稣无国外，迄阵莫去传福音，无福音嘛死就煞，对无？因为有国外，所以咱普天的去传的福音，就是做国外，互咱带来嘛。
你老爸，所以伊听我的话。这条坑我跳啊！拢叫我咱始终无要插我，这条爱坑伫电脑走好，无要紧啊！你帮我写下一张嘛，吼，我咱来花时间。这是主要说我吼这张图吼，毋是伫家己的山顶，是伫亚罗塞冷外口的山顶。咱今日谈论卫生间就是我大学研究，迄是伫家己的山顶，因无法上去保存，伊搁等于伫兜，经过40天了后，耶稣搁自一因伫亚罗塞冷外口的橄榄山顶，研究主角前天，这是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章。咱今日要甲这2章做伙来看，做过完了后，找见伊的学生，爱到菩提的去做见证。这个叫做烦恼会。烦恼会，你若甲摆伫安尼无久，边仔会倒起来，安尼讲叫无？烦恼会的一个特性，会让所有物件一定会好烧起来，比如有一个刀。影响边仔物件，所以咱行火烧山就是每条山头拢烧了了，靠这个火特性，火特性就是讲毒。你看吼，四周燃烧是火本质。你知影9月开始的时，是毋是点一道火在9月开始？120个人伫秘伫厝间咧祈祷的时，秘伫楼顶咧祈祷的时，圣神降临，敢若火火伫伊个头壳。所以就讲，逐样的腔口，所以9月开始是100岁开始。所以咱的信仰就是火，火就是影响周围的人，因为火有一度。你若开始信仰，你有一度的是，你会影响周围的人，因就会换来平安的，换伊要来教会，要来了解耶稣，要来信耶稣，真简单就这。一个火人讲，耶稣遮尔好，阮家顾家己吼，无久咧，你拍火花。你一支烦恼火你甲点，爱家己伫倒到尾啊，叫做安尼讲对无？无要燃烧的火，到尾啊，就是花子。所以你莫想讲，我无传统语讲来，这就假哦。你若无同意，你就是存一支烦恼火，就是火花起啊吼。所以咱的9月开始是因为火开始，这个火为亚罗塞冷的楼顶一直烧到今仔日，烧到咱门口。当透过咱都继续烧外口，就看咱。今仔日咱讲就讲，你要安怎甲这个信仰、甲这个热诚做见证，这款的定义叫做 contagious Christianity。contagious 就是 copy 啊，安尼知无 ？copy 啊，新冠肺炎啊，伊足够毒，你知影意思？足够毒，所有的媒体伊上够毒，所以咱逐个全世界惊到要死对无？你莫读着哦。你遮了人毒水人嘛，就是惊这种毒对无？伊毒够就爱真够毒，安尼知无？你莫我话你就酷酷扫，你我话你就酷酷扫，你我话你就信耶稣，你我话你就信耶稣，安尼真个就是正道的啦吼。所以叫感染力有无？感染力，你有人看到爱，会听时分唱歌，我足欢喜，因为恁足够的，恁一步徛一位步，恁毋是死做，你知影？安尼人就是讲吼，袂去用拖去，安尼讲对无？我看到，哎呦，我囡仔会摆这个型啊，摆这个阵势吼。恁只有自信吼，自信就爱家己一个物件是，安尼就是去到地级。你叫我去，我毋惊，我家己一个我嘛是呢，免讲斗阵的吼。这是咱来看这个影片，要有影有啊无？还是电脑的声嘛爱做来个，电脑你甲记吼，是嘞，开声吼，开出来袂？无变做默片。然后你甲连接吼，我就知影，安尼看。即个话电脑调咧。这个不动了。我让它重新来，看会不会好？电脑的声会点起来，后来我就看默片了。
这是伫家己的山顶，咱看电影较紧啦吼，所以今仔日变5片歹势。好，即摆这是伫加罗萨顶的山顶，第二边啦吼。你可以，没关系，默片就默片嘿，但是让它可以跑吧。我现在这个又不能动，好，想出来。所以第一片默片，第二片是。Wrote about all that Jesus began to. After giving instructions to the Holy Spirit to the apostles and church. After his suffering, he showed himself to these men and gave many convincing proofs that he was alive. He appeared to them. On one occasion, while he was eating with them, he gave them this command: do not leave Jerusalem, but wait for the gift my Father. 好气，加蛋吼，这是一个对比哦吼。马太八章是气，四个人第一种是讲蛋吼。住车肯，总是尾也是住前天。这边是塔摩山，那边是加拉山，这边是加利利，这边是亚罗萨冷城，那边是爱气，这边是爱蛋吼。气上气加先，蛋上蛋现灵，所以你无蛋现灵，你就讲气，气就是偶然干。按这按单做毋是好气，先蛋再气吼。咱今仔日要来看，四个人第一章讲，诸葛活了做4个代志。伊想开了后，用做一兵符，将家己活活显露四个40天。所以耶稣上天了后，搁过几工，现行10天呢？搁过几工？10天，因为现行是50节，50就是50天，才有。所以伊就搁等10天，现行10天。这40天，耶稣出现11摆，记载11摆，伊就互伊相信伊是遮过活吼。所以甲伊显现第一样代志，第二个甲伊开查经班，甲伊查圣，迄阵圣经无新约，敢若旧约，因为旧约有关的诸葛活足个学经读无，所以互伊知其他的乌人讲，照圣经话来讲，这第二个，互伊明白圣经，过来就爱讲圣灵。所以咱要去做见证，有两物件一定爱有，第一个爱有圣经，第二个爱有圣灵。吼，有圣经你有根据，圣灵在教你安怎用圣经，才会互人讲对无？这做三个，第4样代志，就是讲，恁在做我的见证。我照我个解吼，你看吼，你去做我的见证，总是你来读，伊两文还是英文，这是我的见证。恁去亚罗萨冷、犹太遍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我的见证，是我的见证。这是迄当时是安尼。所以这样代志，咱过来学习者吼，来显现目镜4个个啊，伫梦内底、高中、亚罗萨冷、伊玛乌斯、亚罗萨冷的楼顶，搁一摆，倒放去要地东安尼2摆，去去离家离山吼。毋知影伫倒位，耶稣会来弟弟哪讲，搁在了先。安尼拢做，你若倒落去11摆记载吼。上侪即届是5摆，最后是少落啦吼。那互伊有信心。过来有2个，毋是使徒2个学生，就是讲要跟你食家己啊。伫路边耶稣来显现，甲因做一暗顿的是变影，这是耶稣，咱认出来。伊其中甲伊讲圣经作者讲，你哪会无相信？因为相信耶稣死就煞对，你等起来，无相信过我，所以分明白圣经的话吼，开因的心窍，互会当明白圣经吼，这第二个。第三，讲恁无圣经读到就走出去哦，恁爱等圣灵，圣灵会当甲恁教你要安怎讲，这是第三。第四就是我讲的讲。你阵啊才出去，就袂乌人讲。所以见证是安咱的圣经讲做见证，是安我讲是见证，因为伊的英文无共款。是 bearing， 这是
用无共吼。啊，实践前你日常生活，人看出来你是对了所有人，安尼你是实践。你讲无讲话哦，对啊，你甲人斗阵，这个人哪会无办法？你就是见证，你讲到位吼，这个叫我怎变安尼？迄阵叫做做见证，做见证是用嘴做，实践证是用你的生活做。所以你要先实践证，然后你嘴讲的人才会知道。无你讲做我讲，看你做你做你，其他都一样。安尼讲的话无咱。所以实践证是较重要，实践证啊对的是做见证就有力。安尼讲简单讲就这样，所以伊的英文是 You will be， 毋是 You will be，You will be by witness， 对吧 ？NIS、NIV、NS 这英文的翻译都足清楚。You will be by witness。有做见证有，所以我讲这里我甲改做实践证吼。总是人有人注意甲你问的是，你会当讲，恁爱做见证，要不然15到27节。迄就是 You will bear， 毋是 be 啊，伊就来做见证哦。啊，现行啊做见证哦，两个做见证，这叫做 You will bear witness 哦。啊，原种 You will testify，NKJ testify 就是 bear 吼 ，NRS 好。啊，变啊，是见证到做见证吼。第一个，你就爱做代志互人看，然后你甲讲话，这叫做 from word to word。你若讲，我这里我做头，你若我来生头针，第一个你莫求光头啦。你求光头，你咧袂生头针啊？我讲，你若唔家己我看安尼。所以你要讲的话，你实在有法度笑，你有法度人讲是安尼，迄就较错。你先做事，然后你再讲话，安尼头这第一个吼。耶稣讲吼，你若唔相信我讲话，至少你看我做的事嘛，爱相信我嘛，敢毋是？我对恁讲的话，就是互人讲。恁就算唔信我讲的，至少我做的事，恁爱信。吼，所以做的事是人要相信你讲话的迄个根据，你知无？吼，这第一个。第二个，所以伊才讲吼，行为比言语大声了吼。这个好像不太听话，你背好了，你帮我压。不然我会让会上一章，上一章不是下一章吗？对。叫讲行为比言语大声哦 ，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父母若甲囝仔讲，唔好讲袂睬，总是你讲袂睬，囝仔不知道，你家己咧讲袂睬，所以你做的比你讲的较有力，这是第一条。下一章，我希望你帮忙，因为他不太听我的话，可能你们要买新的，这个已经 irregular 不可靠。后来。这个就是讲吼，若是边仔暗松松，一点仔火人就看真清楚，安尼讲对无？边仔光影影，你点火人看无嘛吼。所以上帝定甲你派去上凄惨的所在，因为遐然后一点仔听声，就马上看见。而这个黑暗的世代，基督徒咧传到迄种机会，世间有黑暗，你若一点仔好，人就看足明咯吼。这叫做明光到明导 ，authenticity 到 expressivity。伊则讲，互你无通嫌，诚实无假善，伫即个弯巧回流的世代，做上帝无下事的囝儿，安尼，恁就敢若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所以第一个就是讲，伫黑暗的所在，你画出一点仔光明了后，你就会当甲即个明光叫做明道，甲即个道讲出。所以你先是明光，然后再明道。明光的意思，伊讲就是叫做无假善。基督徒互人上我都信仰，所以就是讲吼，你讲一套说一套，啊，在别人面前表现一套，在家里表现另外一套，当然听了了我嘛就贴心。教会，大家拢就爱平安平安，等于厝屋夹夹，又无拍囝，啊这是啥？那么再讲，啊你伫教会就安尼，啊伫厝内安尼，哦，当时来就看不起你，你是做互看，这。那个就是无套的，这叫做 authenticity。咱即摆囡仔对这足低，时代啦吼，囡仔偏着讲你无甲位置，台湾无共款的是，伊对时代就看你不，你讲啥就无效，你做个足清楚，这叫做 authenticity。心内想的、嘴讲的、手做的，一致，人对心内每一个动，伊拢是尊重你，这个人袂假善。这叫做 authenticity。你讲吼，在这湾区讲诚实无伪啊，
无挂粉啦，本来安那就是安那吼，照我本相，我就是安尼啊，这足重要吼，这叫做 authenticity， 袂假sen啦吼，啊，即阵啊才表现出吼，诚实无假，坦然透诚，然后你活出真道，有机会你就会当传扬真道，这个诚注意，这个讲介交陪，然后你甲你问问题，你答来回答，这叫做现代中文修订本。圣经每10年都要翻一次，其他的圣经哦，啊，这就是现代中文新翻的。我头里听，我讲这外头做个讲，就爱甲非信徒交陪，就爱有智慧，就爱把机会，讲话就爱笑开，然后人甲你问的是，你才回答伊的问题。哦，安尼听起来叫做旺吼。咱但讲基督徒，我敢若扑克牌啦，哦，迄个就是叫天主。有强健吼，哦，啊，真严肃啊！哎，看到我啊，较像迄圣人来啊吼。基督徒敢会使笑开，敢会使甲人诚好斗阵，卖当讲笑话，当时咱莫讲毋熟的就好啊，知无？啊，迄个足巧的，因为最少拢有的嘛。哦，你前期的笑开，后来敢若这人真趣味，你讲吼风趣。你爱甲有趣味的人斗阵，你无爱甲迄个无趣味。啊，基督徒拢有讲足无趣味。拄着就叫人会解释哩，会解释哩，啊，其他拢无会通讲安尼吼。看到伊就走那咧飞咧啊，对无？你爱甲伊交袂第二，我甲你讲，你即摆若参加失败，你就无机会甲异性才交配，因为你爱联系。你知我意思？所以伫教会愈热心的吼，愈无机会传到因，因为伊的朋友拢是教会，伊叫做同温层。所以教会讲叫我有是热心，安知无？你都爱留一寡时间哦，甲遐个无信主的欢乐，啊你无甲伊交陪，伊有问题，歹势找你嘛，因为甲你也无熟悉啊。我拄着困难，我会甲我好朋友讲，所以若到教会，你若要传福音，毋好干参加信徒小组，你着爱甲无来信徒小组的做伙去设计，你知我意思？伊去马祖经，你缀去马祖经。唔好叫伊来信徒小组，歹势吼，安尼讲都变用袂吼，你着咧招咧招无人诶。当然，我的意思是讲，伊这讲的就是讲，你们跟非信徒来往这句。啊，遮若来信徒小组的，都无问题来啊嘛，对无？啊，无来的，唔爱插，咱个时间集中再来吼，食起啊食软的嘛，软度辛苦嘛，对无？啊，迄电图较插，都是电图需要有人甲伊管咯。我就讲咧，你无甲伊交陪，你连本都没有。啊！你若甲伊交陪，伊踢到铁板的是伊会找你，因为你是好朋友。我感觉即句足好，你先甲伊交陪吼，然后伊问题毋知哪来是，伊甲你请教的是，迄就业绩。迄阵啊，你才开喙，你知无？当伊甲你请教，你开喙的时，伊一定听，注意听，袂感觉你甲骚扰。若主讲，我迄个朋友，伊着闹你，你知影吼？闹生意要开刀。20几年前是差的代志，你阵会即马才发达的，无迄个啥物投资，啥物拢无的，挂头挂足大空的。美国医生甲因爸母讲你来啊，准备休息啦。这大概我的机会无，所以迄阵是足紧张啊。若阵迄阵，芝加哥有一个病人，我去互即个医生开过，即马好势好势，走去甲我迄个病讲，我甲你讲有影，我就是互伊开过。即马好势好势，即个比医生甲讲，我开刀无问题，较有力，对无？因为你就是有迄个经验，啊，所以当伊若是讲叫有诊断有脑瘤，那么讲我甲你讲吼，恁即个大学另外迄个教授伊报嘛是开过刀，伊一定会想你甲人讲，啊，你阵是安那，开刀了爱注意啥？你知我意思？迄阵伊甲伊讲啥，伊拢会听，对无？啊，咱拢是天良沦落人，咱无信耶稣以前拢是罪人。啊！你以前是安怎？啊！你碰到耶稣了后，你有安怎？啊！伊甲你问的是，你毋免甲我查见，你甲人讲啊，我以前都是混吼，即摆吼较乖，安尼就好啦。撒旦以爱负面人，甲威胁人，带来耶稣，伊甲人讲一句话：我以前很多老公，我现在没有了。伊以前是因为结婚哦做不停，所以离啊，你知无？啊！即摆伊才会早个，我甲你讲，有一个敢若比赛来，你要来看卖啊！规城诶人听到即句就走来，所以你诶见证绝对毋是查经，
再紧来无效啦，伊就无咧读圣经，你来听我讲啥？总是你讲故事通讲，我总爱你今日时间就是，我只能讲这故事，故事都毋是讲道啦，对无？什么叫做故事？我以前安怎？我安那讲着耶稣，即摆安怎？安尼就好啊，安尼就简单。你若无讲着耶稣，你莫讲着我人讲嘛，对无？你要甲讲的福音，就是讲着耶稣了后，你的性命敢有无共？若有，你就会当传到伊。啊，你家己你家己。啊，若无你就求耶稣讲，你嘛好变一个，无我变传到你就要传啥对无？因为你洗礼以前安尼，啊洗礼以后拢安尼，啊你就其实你咧新创造，新的目的就是要改变。啊，你若有改变，你就会当做见证。你的见证就是你的改变，安尼尔啦，吼。好，伊讲吼，即摆伊开始甲你问的是你才应讲，伊若无问你莫讲吼。回答问题，所以当有困难，还是看到你会甲面咱心善，我就讲心善做基督徒。哦，啊，你甲我讲，我要安怎才会适应，安尼就对。哦，你怎啊？你甲讲，伊一定会听啦。哦，所以讲哦，你甲交陪，然后伊甲你问的是，你才甲应答。所以讲是伫后边哦。咁我要下一张。Next。即个是叫做，你家己交陪，我有地位，过来。把机会就是伊家己问的是个机会，爱把机会，这方面把机会过来。啊，就爱讲话，就爱照开，过来，就爱回答伊啦。所以，圣经是安尼，足简单一句尔吼，你若较详细去学，啊，有通可能你爱读迄个现代修订版。哦，无咱好学用读啊，读来读去就是遐个字嘛吼。啊，伊若小可改掉，就讲你就是翻个圣经来甲讲，甲即摆已经是真合，所以小可甲时啊，毋是我乱改哦，是根据原话，啊，用咱即摆人听了较有诶，这就是一个例啦吼。好，啊，过来下一个吼，对五万到终点 ，perseverance to preparedness。下一章，不住罪险，有人问你心中不满的原因，你就上做准备，用温柔敬畏心回答，这嘛是回答。换句话讲，要甲你请教，啥物时阵，就是歹命的时阵，才需要你。你若是讲不特别讲，就到好做好事，你就需要你甲正做好事，总是用真专回答。把它拍名的冠军拍名给大家，很简单。所以这是拍名基督徒的见证。你怎么说？有人问你们心中参与，我掌声也告诉你，台大电机中，反正以你来讲，你当时你为咗在，所以我讲请了后，我拜托我一个大家讲，准备一个优惠，但是若讲今日要讲啊，他那个老鸭一变化就就是开刀，加第三个。上讲啊，为老头干巴多，都是搞嚟睇起，啊，但係呢個在，啊，依家就老是，就關於平裝，就關鍵嘅，因為佢個技術先啦，所以咱呢度冇機會嘅嗬，我哋網站讀下啲人，我哋啲人咁樣做到，自己就會影響睇嘅，乜嘢都冇嘅。入睇名，這個有所謂無解意，依家係呢個事，這叫做心中參出，太矛盾了。啊，依然掉啦，有所謂依個先講出來啦，哦，你做到咩？對無？啊，你依個都無好，啊個未死，若死嘛無代志對無？是你無靠靠就對啊，個未死，繼續起來看啦。總是要講出來講這個見證，這個見證你做啲可憐嘅人是教會啦，你才會說，這就是一句話講。你心中明白，你就安那愛做準備，然後愛溫柔相依，回答別人。當然，聖經就講你安那做見證，咁是該做。對明白到準備，因為你嘅表現可能對你處理，所以咱喺呢件事就來講，唔是光頭，就講簡單講就是講，等將你做咗。看你大家看到我，你全部追到你，看你做醫生，你哪來？你哪來無啦？有水機啊！我咪講，你講嘅。
你去遐啉水，你就会水干，因为你的表面方向你无水干，总是当唔知影饮水机。不是你办较老实，你知影饮水机就是压缩嘛。哦，啊，你嘛啉水，咱大家拢水道嘛，都是啉水，你就有水道，所以叫做行为导致渴慕，对吧？下一个言语带往水源，知道为什么？哦，你的表面嘛，啉水嘛，啊，你哪会水干？饮水机，所以你无法度保护水干，都是饮水机无法度保护水干。所以你无可能找来，你才找一个地方，来找你压缩听。所以你变成是压缩了，哦，这样讲。来，这个人有挖出来是见证，开证。这个人开始会去做见证，这个。天书为言是见证好，上课准备有人机会来啊，过来温柔笑推做见证，这就是像咱安尼你就来讲哦。所以你基本上无人代表你要有到处面啊，无有嘛吼。你无啥物互人认识啊，咱还先搞清啊，要才做机会啊，你即摆就通好下一张。咱即摆最后来讲这个撒玛利亚去到天这个时候，就是讲，什么所在是你的善念，什么所在是你的言谈见地，什么所在是你的撒玛利亚，什么所在是你的见。最近我知影我以前教过一个牧师，查某牧师下来，即摆要带好多教会关系要去开讲，去选啊，我会教过讲过家己啊，伊只介一个题目，伊有法度泰国话，泰国人怎么会这个？我无知影，我更较想就是台语啊，言语一说啊，伊为着要去泰国人怎么会，对无？英国人要来调查，一定要对台语、国言语咱听好啦，你讲讲安这，所以以前讲话就是引导的话，这就是叫做善念。啊，去客人尊讲客话，这就是撒玛利亚。啊，你若去苏联讲苏联话，这就是地铁啦。啊，即个问题是啥？你要去苏联，你都要坐飞机这种啊。上帝讲我有跟地铁作为咯，免啦。我叫苏联来引导。有啊，即摆咱种些印尼、泰国就是引导有外劳，这出名。地级已经到你家里，总是你靠你做见证，你靠你做见证。要阮遮个外劳做见证也无困难，是啊，伊就来恁兜做遮个歹命工，因为伊厝国家比你较省，为着要趁恁淡薄钱，摕比恁台湾较少个薪水，做恁无爱做的工。所以你若是对伊较尊重一丝，你若是对伊较爱惜一丝，你会感动。伊伫印尼是阿拉，泰国是阿弥陀佛。你要去泰国甲人传教真困难，你要去印尼甲迄个阿拉汉、迄个伊斯兰教真困难，是这种经济。总是你伫台湾，以前伫恁兜，所以以前讲即个四大门第一章讲，直到地极，哇，我当去算咩？即摆全世界人拢叫来台湾，要甲恁谈谈个这，所以即句话对咱是足。请问英国人要甲咱台湾人讨论伫遐有台语无？爱无？啊，你咧用印？台湾的头家为着外劳做为努力。咱的宣教师，加拿大人、英国人，为着要咱传教，伊就坐船到咱遮学咱的话。啊，即摆伊个人已经伫咱兜，咱足无买过。头家个有台湾话啊，这叫做阿爸，叫做有听说，根本无想要他拢听嘛，伊个若时间要去，我叫开始讲，唱来做好听，讲你等于敢要行。恁兜嘛有外劳，你可能先来知影，特别地区叫关心先是见证，然后开始发布美国的言论。你要甲伊讲，就写录音的话，甲伊讲，安尼敢袂使？你
你要来讲简单的啊，所有故事有因的话，来问讲，或者我头问你，甲你教，就甲你教，你用伊的话来讲，我相信，咱今仔日你门口，遮的外国人，可能你有机会，相信无？绝对有机会吼。所以，咱看圣经来后，安尼看的是甲咱交有关系啦吼。对条路上面比较直接，这是最后耶稣来讲的吼，这历史啦吼。耶路撒冷就是伫骹遮，犹太全地伫边仔遮。耶路撒冷甲犹太全地，就是咱的教会伫哪口吼。你若伫恁兜，你若是第一个信耶稣，你伫恁兜表现甲足好，恁厝的人为着你怎对你来教会，这就是你的耶路撒冷。你若伫哪口，做迄个什么信徒小组啊啥，这是咱的厝边。因为看到恁教会遮有正信，怎来教会，这就是犹太全地。知影无？恁兜是耶路撒冷，若是哪口的，来教会，咱教会愈来愈济人，这就是犹太全地。你若是欢喜伫恁的教会成立一个客家小组，专门学客话，然后寒暑假咱就去客人做，因为台湾客人是啥所足少。咱的时代共款抢无够，你会同我客话。后面到尾就办有一个客家小组，就是为着要寒暑假去客人做，甲客人做朋友的，吼，甲因团伙，这就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甲犹太人就是抢无共，字共款。你若是真有心的是，上帝甲你感动，你学印尼话开讲，用领导来怪啊，哦，真系耶稣听，安尼你就到地极，福音基督免钱，真简单，敢毋是？所以你敢听吼？对犹太全地，好，下一章，撒玛利亚过来，伊到地极，甲红的伊到地极。阮的宣告法吼，这个耶路撒冷叫做应允嘛，下一章，耶路撒冷，下一章，这就贵族之亲啦，恁兜的人啦，下一章，教会成就过来，应允，下一章，犹太全地 next。去耶路撒冷的街头，下一章，这是去指坛啦，吼，去新的礼拜神啦，较毋少，都是嘛是都讲咱人话啦，吼，过来，这 M1，过来撒玛利亚下一章，撒玛利亚这就是共字无共腔的啦，吼，咱讲客人真过来，这是 M2，这叫做进文化、进文化的传统，最后就是上远的啦，过来下一章，这 M2 过来，直到地极。这就来讲因的话哦，这 M3，这叫做跨文化宣代。今日要跟你讲，跨文化不需要出国，因为现在世界已经跑来跑去了。即摆你若一个较跳哦，你用 AI 甲我以外甲你讲，印尼话安怎讲？问题是你听无安尼尔啦，咱看同来做对。主要说，阮发现时代变真紧。阮掠做到地极，敢若真少人有才调，阮一回去种的所在，咱即摆才知影是安尼。地极已经到阮的厝啦，帮助阮有即个眼光，帮助阮有即个听心，来甲福音传出去。基督往客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这叫做同心圆吼。我叫做吼，性情刚烈，然后有能力，然后就接听出去。为耶路撒冷提到地极，先是见证，然后有5万人甲你问的是，你就爱笑亏，讲你的见证。那么灵魂的时光，这就是讲勇敢，上帝来讲你去，伊讲恁爸无要去，亚利比讲你去，哎呦，我这细汉你叫我去，那个就较大安尼去，这亚利比。甲以赛亚讲，歹势，我以赛亚会写出，讲我去，我甲你写落出去。你去，伊使讲我伫遮给你找我，这菜拢先知，我两讲无共。我毋知影你即摆是当人，还是亚利比，还是以赛亚，讲请找我。对，什么是你的回应？咱要像即条歌传落来，咱听起来以后，回应是讲吼，我若饲袂赢，我你帮我饲啦，吼，歹势有听我的话。咱较紧是啥？大地这地它来，可以快一点点。来，一条水水汇集，
就会两个大家伙，就为了就会谈享受温暖。上帝听他，以爱的传播他。春天为上帝的祈祷不出心意，叫家快乐迎新，花蕊大开真正水。听呀小我，你那真心的呀，你爱传播，上帝听他，你爱的传播啦。第二节，朋友，我爱到你，我找着平安欢喜。你点到位，路会等我可以，我别传播通世界，好世界人都知，上帝啊，我心爱，我真爱我。到兄，你敢有真爱？你若有真爱，机会有，咱就得家己记得咯。至少甲遐所讲，伫我离开世界以前，我有机会，甲每个人同样做会听。咱记得，得家己记得，咱下头。主耶稣，你的国话，先使阮明白，特别伫艰难的中间，可能阮每一个人生拢经过大大细细的艰难。当阮的朋友拄着艰难的时，我嘛有法通甲伊分享伫基督里面的方法，互阮甲这个人继续做朋友。我们讲政治教会内底，所袂记哩。就来搁即个无来教会啊，玩咯。你已经将足侪外人带来阮的厝内，阮有淡薄仔疼惜，甲因尊重，甲因关怀。有机会，我会当甲人讲，恁厝内敢有啥物困难，有啥物问题，我会当将做伊的朋友，会当甲伊分享耶稣的听。阮的基督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这是咱来回应上帝话奉献，这是咱这边奉献。咱请师兄来当家。
会众请起立。报告，这是我来报告。咱会当先开招报的内面，好像有咱的大家小组的时间表，咱大家来看这个时间会当来做伙来参加小组。啊，咱先开招报的内面，咱来看东港的事务的部分。东港事务的部分，咱本周。咱交代甲书面是照字号甲照字项，吼，咱的献花献花是张秀姊妹，会一个领袖是刘香兰吴淑娘，咱的献诗是献花队，一口是李新玉弟兄，咱台语的。参参主日学心灵主题歌是咱林香山执事，今仔日是讲用信心来坚持，咱后礼拜的部分，书会是林慧茹长老，主理是咱杨牧师，书琴是邵希乐弟兄，交代甲书献是吕美玲、张佳琪姊妹。献花是张秀芝姐妹，咱会前的领袖嘛同款，会前的领袖是曾启瑞弟兄，献诗的是献歌队，音控是余伟达，搁咱的心灵主题歌是陈家宏长老，后礼拜是上天甲过来，咱嘛来做。明白嘛？感谢这一个兄弟姊妹来服侍，咱的智慧人数甲奉献，咱会当咱家己来看哦。咱来看本会消息。咱今蔡牧师伊的信息的分享，咱拍头啊来感谢伊。对真个所带来吼，第二点，咱下晡1点，有定型的当聚会，那么请同工来李办新参加。第3点，下晡的当聚会了后，嘛有调开5月份第1届的小会同工来有比心参加。第4点，咱教会要伫迄6月15号拜六暗时6点，会举行6点半，举行一个青年的会晚餐，有暗顿啦，咱嘛欢迎，咱大家来邀请咱厝内若是有5年级以上，国小5年以上，到大学。大专的青年做伙来参加啦咱当然是少年人，也是讲青年人，咱做伙来邀请来参加。6月15号拜六暗时6点半，因为咱爱订餐嘛订暗顿，所以搁爱分组，所以爱先登记。咱伫咧公布栏遐有当来登记。咱来邀请来登记，若是袂赴登记嘛，会使打电话来甲教会干事来报名讲着。第5点，咱教会陆续
有4组的幸福小组，啊，顶嘛拢在做幸福小组，咱嘛欢迎来邀请未信主的朋友来参加，因为阮伫个幸福小组内面，阮来拢会讲见证吼，拢会讲阮上帝在阮生命当中的这个见证，互这个未信主的朋友来听安尼吼。第二点，教会的附设的学会，定伫7月3号到5号，伫咧宜兰会办一个国中的品格营，国中的品格营然后，伫咧7月22号到26号，伫咧双溪国小嘛举办国小的品格营，国小的，嘛欢迎大家邀请朋友来报名参加，参加的办法甲这个资讯，拢伫咧公布栏嘛拢有答，咱大家嘛来看。好，咱关怀代祷的部分，第一点，咱陈振雄弟兄，伊伫咧5月24号暗时安息，啦吼，咱来为伊为主来代祷，请主安慰夫妻。第二点，伫咧处理疗养的兄弟姊妹有潘美月、谢惠美、杨玉珠、郑明霞、林李敏珠、徐建明、洪明达这些这样的兄弟姊妹。第三点，咱带伊的有曾文德、马来金、李希明、洪文展弟兄的妈妈。咱嘛定定来提名来代祷。第4点，咱嘛请大家为教会咱1楼的礼拜堂，阁有咱3楼的礼拜堂来整修来做奉献甲代祷。第1点，咱陈振雄弟兄的这个代志，咱请牧师来甲咱补充报告。感谢大家平安。咱先来介绍第一摆来甲咱中间的兄弟姊妹，咱有一位叫做桂林园郭明元兄弟，请咱起立来，搁伊的朋友朋友场的认证恩典王富美夫妇来，咱请做伙起立，一起起立。现在来甲咱中间想讲嘛住南口，拢住伫南口。感谢主，主来祝福。过来就是我补充我先补充这是咱这个拜六，的暗时咱有一个青年的活动，小可较扩大一点青年的活动，伫咧咱的教会所有的青年，国小5年级一直到大专这个范围所以邀请兄弟姊妹厝内面，也是咱的朋友，是听朋友这个有这个年纪的囡仔。邀请因来教会聚会，来参加这个活动。主要是这个要用餐要用餐有一个用餐，所以小可爱统计的人数，还有分组，所以伫咧这个6月7日，同好是6月7日进行，甲干事联络，是甲牧师讲，两位牧师讲拢会使，有邀请函，印伫咧后面遐，小小的书签。真符合青年因为这个主题就是 Who are you and who you are， 真绕舌但是因为讲透过咱这个世代 AI 的时代，AI 的时代，要安怎用这个青少年，因会当伫生活内面，伫咧信仰内面有真深的经验体会，邀请兄弟姊妹做伙来邀请咱的这个下一代，这真重要一代传承一代，这是真重要。过来，咱即礼拜六早起10点，咱的西区妇女事工部西区伫咧咱的教会来举办，所以即个咱西区有19间教会，但是有妇女团体教会真少间，差不多4、5间尔。三重埔教会甲咱南口教会是族群妇女即个姊妹，其他的教会拢真两年，所以。咱阮的按算100位的名额，
即马可能还袂到一半报名。所以邀请兄弟姊妹，咱嘛会当来参加，来参加，伫遮做阵来鼓励咱西区，咱西区拄啊好，西区的会长是咱请的，咱的即个妇女，咱的妇女，倩如姊妹，周倩如姊妹是咱的会长，所以迄天有邀请咱的上年来献诗，伫个遮有做一个其他西区的一个妇女时间的活动。所以，搁一遍邀请兄弟姊妹，来甲咱来中间，同好嘛，当报名，你若袂去报名，无要紧，你敢来，咱即个中昼有用餐，中昼伫个教会才有用餐。好，即个报告，搁来最后的报告就是，即个咱昨日咱一个兄弟可能兄弟较无熟悉因小组有小可参与咱伊伫即个教会聚会，就是咱聚会，有拄时做伫台语庭聚会，有拄时伫广义庭聚会，兼牧师聚会，所以这是真突然，你要想象因为牧师早起伫遮讲话分享，下晡上帝调走，就迄款的感觉，可能搁较严重，迄个感觉，所以牧师伫即个过程中间陪伴咱的即个。讲即事有拢有几位伊拢真好交陪，即个兄弟姊妹伫个迄天代志发生的时，拢伫个陪伴伊甲半暝安尼，牧师真感动，嘛真负担即个太太小玲姐直直好，甲对阮叫伊起来，急诊室来哩，咱中间急诊室来哩，急救差不多2点钟的时间，最后是无法度。好甲规个即个急诊室的人直直甲看，做唔甘，所以牧师即几工心情其实嘛毋是真好因为即个兄弟伊真追求，信仰真追求，时常甲牧师讨论信仰的问题。当然伊爸母拢已经无伫个啦，伊的爸爸旧年才过世，办告别式，伫个伊是花莲遐的啦，关注来安慰，扶持即个家庭。拄则咱创牧师当然咱伫个即个车顶，阮现在创牧师伫车顶，也是无想讲遮个代志。感谢创牧师为着咱即个兄弟的家庭打造来祈祷。好毋好？咱搁一遍来起立，为着即个家庭来祈祷，特别恳求主安慰、扶持、照顾即个家庭，三甲来祈祷。让我的主，阮真平感。阮即个兄弟望主来温调，正向兄弟伊伫生前受到最侪兄弟姊妹的关心照顾，伊家己本身有真水个好信仰个造就来见证。总之，主阮知影你的时是伫倒位，你接纳伊，你互伊会当伫即个过程中间安靠伫主怀。总是阮嘛恳求，特别恳求迄个上帝。安慰伊的太太，伊的查某囝。主啊，阮实在是毋知要用啥物安慰的话，只有为伊来祈祷，阮付出阮的关怀关心，求主互阮来陪伴伊经过即个艰苦的时间。教会内面有最兄弟姊妹，感谢主，拢会当继续来陪伴伊。求主临你阮，后上阮。我嘛会当看透世间的行事，搁一遍为着即个家庭来祈祷，求主保守你边甲关顾。安尼讲，阮求奉主的圣名，阿门。请坐。当然，大岛的事项以往搁有侪特别住院的部分，咱继续为着遮个住院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伫厝内面调养的遮个兄弟姊妹，咱详细嘛为着咱教会宣教的目标，继续。透过今仔日创牧师来甲咱的中间，嘛毋是，今仔嘛毋是最后一摆啦5年以后若阁有机会因为咱即个教会的遮个宣教的即个过程咱进前1、2年、2、3年邀请创牧师较时常来咱的中间来陪同，过来可能袂遐济时间，创牧师无遐济时间咱来邀请，不过希望阁会当有。机会所以咱伫大岛的内面时常为着遮个事来祈祷，
感谢上帝带领，到以上报告。咱后壁方面的部分，咱就加来看吼。啊，若是有简单的，会当来甲干事，还是来甲咱的出纳来确定吼。好，咱再根据，吼，咱来看本周的根据，咱做伙来读下来。咱搁一摆，下来。上言1450，学罗天顶主宰。上言了，咱请牧师为咱祝祷。非常请起立。为了所基督的恩典，伊要上主的听他，圣神相通合动，甲咱每一日三角，互咱日常生活有机会时准备好为主做见证，对这点起，互耶稣基督过来的事，阿免。天下后早结束，大家都来行平安礼。Bữa là ông về là ông nghe xuân Bây giờ phải đi chơi
被发现。这是，你摆落来敢来哦？我可能爱看时间啦。点？下昼。下早10点。记得有那个。And they saw him in bushes. But some then Jesus came to them and said, All authority. They saw him in bushes. But some then Jesus came to them and said, All authority.
Thank you.